记载伫诗篇第92篇1节到15节，伫咱的银幕顶面。诗篇第92篇第1节到15节，遮安尼记载讲：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你至高的名。早起时报扬你的慈爱，下昏时报扬你的信息。用十条弦的乐器夹瑟，用琴弹庄严的声音。因为耶和华，你用你的所行，互我欢喜。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的来快乐。第5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所做怎样遐大？你的心思极其深。无知的人袂晓得，愚蠢的人也袂明白这个。歹人发生亲像草，一切做歹的人无成的时，正是因要灭无到永远。第8节，总是耶和华，你是至高的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看你的对德，你看你的对德的确灭无，一切做歹的人也要四散。总是你，互我的角行悬，像野牛的角。我是受薪的羊外的，我亲目看见我的对德拄着报应，我亲耳听见遐个起来攻击我的歹人受刑罚。义人要兴旺，亲像枣树；要长大，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。既若栽伫耶和华的厝的，要兴旺，伫咱的上帝的院内。因年老的时，犹原要结果子；因的汁满满，色青翠。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伊是我的石盘，伊拢无不义以上。这时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伊今仔日的题目是新年新展望，百香树的意象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伫2014年的头一个主日，阮就会当来敬拜你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阮感谢伫2013年平安经过，虽然阮嘛有不如意的事，但是主你要甲阮讲，你的恩典有够也原用，阮就献上阮的感谢。那今仔日阮也要甲主三个来坐倒，搁一摆来笑念着主你的疼，你道成肉体到地面上，是为着要受难，为着要流宝血，要来洗阮的罪。这样大的恩典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啊，求主你赏赐阮，逐人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互咱当明白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，咱毋知有啥物展望啊无，咱有下啥物愿望伫咧无？咱可能有人是用要学习啊，真侪啥物人是你的好模范啊，你要来学习啊，你可能按算讲要做啥物代志。但是咱若对圣经中间看的时阵，你毋知要看去圣经中间有侪所在，用无共款的上顶的方式，伫遐来表明啊，会当伫即上帝心意中间，咱会当来将这来讲做咱的学习无？今仔我用的即个圣经在是诗篇第92篇，诗篇92篇中间的是讲到一个枣树，甲一个百香树的香柏树，伫即说特别要提即个。百香树就香柏树来做咱彼此的一个勉励。百香树是一个真大、真悬的这种树啊，伊是起做圣殿主要的这个建筑物伫咧。伊也相时的上顶是一种能力、一种尊贵，甲一个庄严。诗人甚至用这个百香树来上顶，讲是一个讲是义人要参像这个百香树共款。那百香树伫即诗篇第92篇，咱所看的时阵，伫遐一开始有写讲，即个是安息日的诗歌，表示讲即个诗歌是伫安息日的时，因伫遐咧唱。但因咧唱的是咧讲啥？原来是咧讲起上帝作为是安怎。伫遐佫讲到即个最恶的人、即个歹人的时阵，伊虽然看起来真兴旺，但是因
到尾的时阵，伊伫遐要灭亡。但是即个义人，伊却伫迄个所在，敢若树仔共款，会常常生喙伫咧上帝常常束缚伫伊身上，伫迄个所在来讲起，即背后拢是上帝的作为伫咧。所以咱来进入到2014年的时阵，咱三甲用即个来做勉励，伫恁新年的中间会展望到底要用啥物来诚做咱学习的。那今仔日诗人伫第一节中间，就伫遐开始来讲起，真好啊！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伊至悬的。所以头前咱要看见讲，即规个安息日的诗歌，其实要甲咱讲，你着要学乐称呼也学乐啊，咱至悬的即个耶和华上帝。要安怎来学乐伊？咱会当对4方面来看。头一个是讲，为什么爱来学乐伊？伊的本质到底是如何？然后咱要进到讲，用什么方法来学乐伊？第三，咱要安怎伫什么时阵、甲什么所在？第四，伊对咱的影响到底是如何？这是诗篇伫9里面前半段要甲咱讲的即个信息伫。第一节内底就讲到感谢耶和华，唱歌学乐你至悬的名。原来伊的本质为什么要学乐伊？就是因为伊是至悬的，伊是自有拥有的，就是伊是创造者。毋是有人创造伊，咱人拢是被创造，但是迄个神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咱的，伊是自有拥有的。为什么咱会当伫旧年即个享受安息中间10月第2礼拜，咱伫遐学习着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咱有用6个即个复合名词，耶和华以列、耶和华尼西，啥物事等等是讲起耶和华伫诗人中间，以及咱的生命中间，伊到底。我咱会当感受到什么？即6个时阵啊，其实伫咱今年的即个过啊，迄个圣诞节的时阵，有几啊小组因的节目，就是用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伫遐要展现出来。啊，真可惜，咱有2、3组，到最后因无时间，互因伫迄个所在啊来将因的领袖用即种表演的方式，伫遐来演出出来。包括我牧师是第12小组。阮用的是诗篇23篇，啊，唱旧的圣诗第6首。迄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，到倒位的时就摕牌仔出来讲耶和华以列，啊，到倒时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拉法安尼。伫迄所在要表明讲，咱的上帝就是即种的上帝。诗篇23篇咧讲的遐，其实就是咧讲到咱即马所看遮。耶和华沙龙就沙龙，就是带来平安。每一个咱拢有即个圣恩在伫咧。即个头一个就是甲基甸所讲的，伊是一个真惊吓的人、软弱的人，秘伫厝内底下咧做事的人。天使甲伊讲，大能的勇士啊！伫迄所在享受平安互伊。咱看见耶和华拉法是讲咧医治，耶和华尼西就是小战的神，亚玛利小战的神，互因伫来得胜。耶和华以勒的是阿伯拉罕，伫迄所在要献以撒神的即故事，讲上帝有准备，啊，要互伊即个丰盛伫咧。然后个耶和华沙马，即个是以色列的时阵，到伫即个年期间就是讲比赛啊。咱会当倒转到旧年10月13的迄个讲道中间，咧甲咱讲，咱所信靠的耶和华上帝原来就是这种上帝，表示讲伊是自古早到现在到永远，拢总是上帝。因为是上帝，所以是至悬的，所以咱应该爱来学乐伊，咱爱来称谢伊。这是本质，无什么原因，因为伊是创造者，咱是被创造的，所以咱来学乐伊。要用什么方法？用各种方法，会当尽力伫遐来学乐伊。圣经伫甲咱第2节所在甲咱讲，用10条弦的乐器甲弦，用琴弹出庄严的声出来。用咱现在来讲的是，咱就当用足侪方法，包括诗歌。包括有人用灵歌，灵歌的话就是有一些 melody 的，但是咱无一定听出来，伊内底咧讲什么，迄是一种学乐的。敢若咱咧祈祷中间用方言咧祈祷共款意思。咱用古典的诗歌，嘛会使用现代即种赞美敬拜的地歌。咱嘛会使用乐器，无唱无歌词，敢若乐器尔，还是敢若咱听人已经录好这 CD， 还是清唱，这拢总应该会当诚做咱伫遐咧学乐方式。包括你用圣经在底下来祈祷，用你家己的祈祷，用拍鼓啊，用举手，还是安静，遐拢总是会当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是一个富有的上帝，所以伊袂互咱
限制伫一某种方法，才是真正咧敬拜伊。不管有声无声，拢总共款咧敬拜伊。所以伫遮要讲，有啥物方法要来学乐咱的上帝呢？就讲咱若是有迄个心，各种方法拢会使来学乐伊。然后咱看到底是要伫啥物时阵来学乐，甲以及伫啥物所在。今仔圣人在第3节甲咱讲，早起时保养伊的主爱，闲时保养伊的信息，表示讲，不管伫啥物时阵，时时刻刻，咱拢会当来学乐咱的上帝。不管是伫早起，还是伫暗时，甚至嘛无一定爱伫礼拜长的所在。你咧开车的时嘛会使，真侪人开车的时伫迄个所在来咧祈祷，当然毋是目睭刻刻，目睭紧紧祈祷。咧行路时嘛使唱歌，咧工作时嘛心内有一个歌一直出来时，随时拢会使伫迄个所在，不管啥物时阵，不管啥物所在，咱拢会当嘛应该爱来称赞、称谢、甲学乐咱的上帝。为安怎？因为这本来就是好。原来原文中间时，即句是迄个上头前 ，It is good， 这是好事。这是好美好的，然后再开始讲就讲耶和华上帝是至关的，然后咱就讲用各种的方法，不管伫什么时阵，伫遐来学乐伊，这拢总是好的。为什么咱要来学乐上帝？因为这是好的。对咱有什么影响？咱伫圣经在中间第4节到第5节，伫遐所讲起的，伊伫遐讲，因为耶和华你用你的手所互我欢喜。所行，互我欢喜。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的来快乐。耶和华，你的所做遮尔啊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。原来咱看去耶和华上帝伊所做的时阵，咱就得到欢喜。伊的恩典满满伫咱的心中的时，咱就伫遐得到快乐。伊所做遮的事，伊正伫咱心上的，拢总互咱会当得到安那，得到伫遐感叹。主原来伊的你是遮尔啊伟大着，咱得到欢喜，得到欢呼伫咧。所以伫遮要讲，因为上帝伊所做拢是一个好的，以及伊的创造，互咱看见遮尔啊，感觉真赞叹啊！就是你会感觉讲遮尔奇妙伫咧。咱较等时，甲主上较济道的时，佫一摆就是感受到主的即个救赎。咱大概想无啥物好的方式，世间人拢犯罪啊，要安怎会当佫一摆倒转到伫主的面前？只有上帝差遣伊的即个圣囝来替咱找办法。若无啥物人会当代替咱遮个人的罪，甚至以后一世代遮个人，后壁咱出现遮个人，嘛拢已经伊的罪拢得了赦免。只有上帝用这种智慧的方法伫遐来做。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身躯拢非常奇妙的。牧师最近即个手受伤，真侪人知影讲安怎受伤，拢讲哦，听了就讲足疼，因为即个指甲已经无去啊。头前7节，即个骨头断去，所以开刀插一支钢钉伫迄个所在，甲伊饲倒转去。所以我咧讲的时阵，安尼讲，因逐人哦，听了拢足疼咧安尼吼。我顶多已经较无疼，顶多因比我较疼。啊，2工来去换一遍药啊，换药的时是咧疼到指甲遐，因足疼的。因为迄个肉佫是新鲜的肉，佫咧流血啊，流血安尼。然后伊跳了的时，我想讲伊会安怎治疗，结果无伊是甲即个消炎的下落，佫甲包倒转去。但是愈来愈好，我就伫遐想讲，啥物人咧医治伊？原来是上帝咧医治。伊创造咱的人遮尔奇妙，伊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迄种治愈力，就是家己会当医治家己。医生无做啥物，伊敢莫互咱去感染就好。伊保护即个部分，人胃内底是上帝咧医治咱，即种恩典，就是享受伫咱每一个人心中。有人根本破病感冒，伊免去看医生，就算啉水就好啊，伊就得到医好，因为上帝照着咱的身躯遮尔奇妙作为，互咱每一个人拢咱得到伫迄有帮助伫。所以咱若是要学乐上帝时，你要对心地会当来学乐。原来你是安那有记受成伊的恩典伫咱的心中，你毋来常常就思考伫上帝教会、伫家庭、伫个人身上的这作为无？你有认真去遐思考无？你有献上感恩袂？你若有，你自然就对心底伫迄个来学乐上帝。我会记伫咱做和平使者的时阵，咱要讲起一个例，也讲因2个人是即个大学的即个同学，然后了时因就出来做2个人
然后合伙啊，伫遐来开一个公司，一个负责技术，一个负责销售。这个销售人因为伊在管理，所以只要伊是做老板。到一段时间，这个公司已经真发展了时，毋知为着什么代志，两个人去啊开始意见无共款，冤起来时阵，这个做老板讲，安尼明仔载你着免来，我甲你开除掉啊！哇，迄个人就哪有可能呀？咱两个共同伫遐努力，哪会变安尼？因感觉这需要去找一个和平使者，会当伫遐来因调解到底是如何。迄和平使者听了时，敢若好一个功课，请你倒转的时，你用一张 A4 的纸，甲写伊的好处、伊的优点到底是甚物？这个做老板伊讲啊，足简单的，我5秒钟就写煞，因为伊无什物优点，就倒转去开始要写，啊，就有影想无咧。袂使，伊讲叫我伫 A4 爱甲写好了呢，开始来想伊的好所在。哪想哪做，哪想哪做，要一个 A4 写袂煞。伊伫遐讲啊，我乃这个朋友对我有遮尔大的帮助，我乃颠倒伫迄个所在，要甲伊开除掉去。伊伫迄个所在认罪，倒转去伫迄个所在讲，我无你袂使。原来咱人常常会真容易袂记咧迄个好部分。咱拢常常徛伫咱家己的立场伫遐想，你知影你的咱经过2013年，你捌倒转去开始想，伫这一年中间，我经过到底啥？有真好的时阵，嘛有真无好的时阵，你安怎经过？敢有影上帝气煞你无看过你啊？迄段时间，上帝已经离开你了，毋是上帝常常咧陪伴咱，是咱袂记咧伊，毋是伊袂记咧咱，是伊咧听候咱，毋是咱咧听候伊。你若倒转去好好啊想，伫迄段时间你安怎经过？上帝毋是直接，无一定是上帝直接伫咧帮助你，上帝透过足侪天使来咧帮助你的。突然一个人敲电话来，突然一个人来看我，等遮，突然甲我讲话，我得到安慰。你有豆豆啊，伫遐数算这稳定无？若有诶时，你自然你就献上你的感谢。诗人嘛是安尼，诗人咧提醒咱。因为上帝本质就是伊是创造者，所以咱一定要学落伊的。要安怎用什么方法？用你所想到的方法，拢总会使。上帝无互人拘束着。要用什么时阵、什么时间、任何时间、任何所在拢会使。对你的影响是啥？你要献上感谢，你会得到欢喜。你会看见上帝做遮尔多伫我的身上，我就献上我的感谢伫咧。这是诗人头前所写的，呼吁咱每一项拢都爱来学落上帝。然后开始讲起遐袂当学落到底是甚物？原来遐是伊毋捌上帝的人。圣经中间来讲因是啥？头一个即华语版讲是处类人啦吼。咱的即个信息是讲无知台语版是讲无知的人。啊，英文内底有几个翻译，有一个翻译嘛是共款讲，遮哪参像精神共款。为什么讲精神？因为精神敢若有身躯甲心尔，伊无灵魂。人有身心灵，迄个灵应该就是甲上帝要相通的。上帝照着伊，照伊的形象，照伊的样式，伫遐来创造人，表示讲人会当甲上帝互相通的。但是咱若无甲上帝咧通，毋是敢若参与迄精神共款，伊无灵魂共款。所以诗人伫遐讲，伊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佮说落讲，伊是一个愚妄的人。因为伊会当用灵甲上帝伫遐来通过，会当找上帝，但是伊毋若无认捌，嘛无去追求，认知影以后嘛无要去追求，所以就哪参与一个愚妄的人。这个人做伊会行大以后，就诚做啥？诚做是个最歹的人，就是无行好，自私啊，做一寡上帝心里所看做无好这个人。这是诗人中间遐毋捌上帝的人是安尼。因为伊毋知影上帝作为，伊袂当献上感谢，伊看到敢若认为拢理所当然的，伊无明白这是一个神听咱世间人所做的，所以伊无明白上帝心思，也袂当伫迄所在来学了上帝。用咱世间人的标准无共款，咱看见咱迄个好嘢人，哇，这个人足好嘢，咱明明就是最恶最毒的人，为什么安尼遐尼好嘢伫咧？啊，是咱最近看见社会发生遮尔多代志。有公司无安尼应该做环保，无做环保；应该照老实，无老实，做一寡会咱伤害咱人的食品出来。但是伊足好嘢的啊！
咱啥物讲哇，伊受着祝福，这个人咱用来学伊，敢安尼个？开始有人爆发出来，这个人受着刑罚啦，判关几啊10年咧，在财产拢总爱吐出来，等等这个。伫咱的眼光看，咱可能看短短尔，感觉这个人哪会安尼名利双收，哇，足好个，车花等等这个。但是圣经要讲安那，伊无生哪亲像草，草意思是安那，无几工若定，伊即个草就除掉去啊，无就孤单去啊，袂当伫迄个所在来久长伫。用上帝眼光来看是安那？伫第7节后壁则讲啊，一切做歹的人无生的时，正是因要灭无到永远。咱毋通看迄个短短时间，哪亲像伊非常无生共款，但是最后要亲像草伫遐来孤单，还是伫遐去互人挽起来。上帝眼光完全无共款，伫即个所在要安讲。但是咱常常袂当理解，诗人嘛袂当理解，所以诗人伫即个亚萨即个诗人伫诗篇73篇的时候，伊嘛安尼来讲。伊讲我看见歹人甲骄傲人咧兴旺，迄时我就不平啊，我嘛就不平诶。但是尾仔伊佫讲起呐，我得爱知影明白即个道理，看了真为难的时阵，我入去到上帝圣的所在，伫遐来看因的结局的时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上帝将因下伫骨的即个地，互因伫迄个所在跋倒沉沦。然后我看见呐，因百年久呢所做的事就真凄惨，到伫灭无的时。咱常常看见真短时间的，但是上帝眼光来看，千日亲像100年久啊，尔定。上帝掌管伫这事顶面的时阵，所以诗人佫伫这第80到第90条讲，无论这做歹的人伊安怎猖狂伫的时阵，耶和华是至高的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会对的确灭无一切做歹的人，要互因来死线。咱看见即个是毋捌上帝的人，会当着即种的情形伫咧。咱拢毋是义人，但是上帝要看咱做是义的人。这上帝做义的人，咱上帝是逐日咱学了，啊，咱常常诚做毋捌伊的人，诚做捌伊的人，佫无办法诚做义人。但是上帝要互咱诚做义的人，要诚做义的人，有几啊圣人在伫遮甲咱讲。第1讲，我看见我会对着拄着报应，听见遐个人来要攻击我的歹人，受着即个刑罚。即攻击安那，上帝公义要来显明起来啊！咱虽然受到这无好的攻击，但是上帝要伫迄个所在来做主来审判。佮伫遐来第10节先讲安那，总是你互我的角掠悬，亲像野牛的角，我是受新的诱惑的。而且伊要高举咱的意思伫咧。到第12节讲，义人要兴旺，亲像枣树；要长大，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伫咧。而且头一摆去讲到即个碧香树，碧香树到底是啥？碧香树伊的学名叫做雪松吼，雪松吼。伊是黎巴嫩即个国家特产的即种树啊伫咧。因甚至用伊的国旗中间就是火葬树伫咧。来上顶讲，因的国家是即个是因的国树伫咧，伊是真悬、真直，所以人做足侪代志伫咧。以后即个芳味出来，伊的即个茶的即个真的非常的定伫咧，所以上顶伊是一个高贵、有气力、较庄严的伫咧。义人要参像即个碧香树，伫咧徛要13节佫继续讲，伫耶和华的厝内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殿内。当然，互咱看见用要像碧香树，碧香树敢有特别的意义嘛？有，碧香树伫咱圣经中间有讲到几啊位咧，有下面即几啊上顶伫咧。头一个记载伫利未记14章第1节到第7节，48节到53节。伫遐讲到你若是太高的人，你已经得到医好的时，你要叫祭司看，祭司看了的时阵，祭司要互你真正得到洁净，你爱传2只活的鸟。啊，佮摕一个活的水，佮炸伫碧香树茶，啊，甲即个牛膝草，甲即个朱红色的线，即几个摕到伫祭司的所在。祭司要掠即个活的鸟2只，中间1只伫即个活水顶头甲抬，啊，互伊的水，互伊的血流落即个水内底，然后用佮另外1只活的鸟，甲即个碧香茶，
甲即个牛舌草，甲即个朱红色的即个线，这甲做伙的时阵，运即个血，然后压伫即个太哥的身上7摆，然后即个太哥就伫遐正式宣布，讲伊一定得着清气啊。包括即个厝，诚侪拉山无清气时，嘛是共款。这伊去看，已经诚侪清气，嘛得做即个仪式，共款用即个头拄仔讲迄种方法，然后运水即个血的时，然后伫遐来冲7摆，厝甲太哥拢共款得着清气。伫遐无用别项物件，就是用百香树的茶。所以百香树伫遐上顶是啥？伊是会当得着洁净、得着医治的即个意思伫咧。那呢，到伫即个《列王纪上卷》第6章第90到20讲，伊佫用即个百香树起造圣殿，内底即个装潢嘛是用百香树，然后伫会幕内底圣殿内底迄个香炉嘛是用百香树做，所以看起来伊是一个圣洁，佫是一个尊贵的意思伫咧。愈来愈感觉即个百香树是遮尔啊尊贵伫咧，伊百香树的即个茶伫咧。到伫诗篇104篇的第16节时，伫遐讲耶和华的树拢得着充足的即个滋润伫咧，伊要伫参照栽伫即个黎巴嫩的百香树。原文中间写讲啊，百香树是上帝的树 ，the tree of Lord。上帝所种的即个树，就代表上帝伫咧。哇，是遮尔啊尊贵的，是一个祝福伫咧。迄个到伫即个以西结书17章20到23节时，伫遐讲到上帝使者要将即个百香树的即个幼基的所在挽起来，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所在，伫关山的所在，伫遐甲种落去，然后即丛就要伫遐来长大起来，结果子，佫会当互人歇伫即个鸟要歇伫迄个所在，咱嘛要歇伫伊个阴下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即个树要成做人的祝福伫咧。哇！你若想到遮时，你就感觉即百香树是偌尔啊上帝祝福伫顶头。咱看见2项，头一项，伊要成做会当洁净的时阵，要成做会当圣殿所起的，代表即个树爱坐落来，佫会当使用。所以咱若是成做一个真好的百香树，咱敢徛伫迄个所在无互使用的时阵，其实是无啥路的。伊嘛是一丛树仔尔定，但即丛树仔其实会当坐起来，会当做足侪路用的，会当做洁净用的，嘛会当伫圣殿中间做香炉。若无好，伫即个所在，伊大丛起来时，你爱发现，你爱发现，会当诚做互人伫迄个所在，会当互鸟仔歇，会当诚做人伫迄个所在。你若无顶当是一丛树仔，你爱有真侪作为伫咧，互人会当感受到你即丛树仔有路用伫咧。伫遮讲这个意思，要互咱知影啥？上帝看咱参像即个百香树的时，伊是一个有价值、有尊贵，甲即个福气伫咧。但是你要安怎种做即个百香树？你是种做栽伫即个土里的即个百香树，还是你要储起来，会当来做遮尔啊侪路用伫咧？义人的即个称谢，甲即个恶老事情是一生的久长，毋是干那暂时呐。伫14节时，伫遐来讲起。古年老的时，幼完结果子，因会结满满色青翠之类。即讲咱人到伫年老时，即一生伫迄个所在来学乐上帝。所以伫遮要来勉励讲，咱人爱参像即个百香树伫，就是即4项伫咧。咱爱诚做会当洁净医治的即个管道伫咧。别人会当诚做咱的，咱会当诚做迄个要祭司摕起来，要运迄个血，然后去夜7摆的即个百香茶袂？还是咱本身会当家己会当得到洁净，得到医治也无？咱会当诚做去用储起以后，下伫圣殿内底，会当做即个圣殿的起造，以及做即个香坛来做香坛袂？咱会当诚做圣洁尊贵，互主来使用袂？会当来应用伫上帝袂？这是咱愿意将这百香树互储起来来使用无？意思就是讲，咱会当透过咱人的服侍袂？这个百香树要用储落来以后，用伫各种所在，不管是医治也好，不管是洁净也好，不管是做这个香炉也好，不管是做这个圣殿来起造的，
诚侪互人主来使用，会当来荣耀上帝。啊，是咱无错起来无要紧，咱会当来真无成袂，互人鸟会使歇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咱人嘛会使低音伫迄个所在袂，会诚侪别人会即种祝福啊袂。若是的时阵，特别正教伫诗篇第最后一节底下来讲，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伊是我的照伴。那2014年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咱毋知咱学参像即个百香树袂，有极悬的价值，有尊贵甲福气。你知，咱每一个人是上帝眼中的宝贝无？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总无共款。伊有使命伫咧，伊有任务伫咧，有作业要互咱来做无？你有好好啊来发挥你即张百香树无？会当来做圣殿，起做圣殿用袂？会当做即个香炉的即个材料袂？会当有诚侪要洁净的即个要来修好即个太高，会当宣布伊会当诚侪清洁袂？你会当诚侪上帝树袂 ？The tree of love。你会当诚做迄个会当低音的，低音互人会当休伫啊，鸟会当伫迄个所在来休啊袂。望咱照着服侍，会当显明出来，咱是真正是尊贵的。咱会当积极来服侍，咱会当参与伫这侍奉，会当互咱这百香树会当有这馨香之气。咱教会依然需要恁的加入伫咧。咱伫年初的时阵，伫11月，咱有即个呼吁侍奉博览会，招呼真侪人来参与的。但是咱中间也有真侪人啊无参与伫咧。咱最近感觉咱的即个食爱餐咧服侍即个部分，敢若需要搁伫遐重新来呼吁，甚至阮总务部就咧思考讲，是毋是爱来停，还是要来外包，还是要安怎？伊发现人无一定遐尼侪啊。咱伫遐定整理了的时阵，定好约，咱即马剩12组尔啦。咱最少嘛需要13组，一季1摆就好。佮毋茫下个大，毋茫讲26组，半年1摆服侍就好。需要更较侪人服侍，咱莫互这煮饭的时间占去咱咧敬拜的时间伫咧。需要你来参与伫服侍。咱逐摆伫学期开始的时，新生命教育的即个老师。咱伫遐咧开始呼吁，逐摆拢呼吁到要开学啊，无够，搁得去拜托人来参加。咱有上课，咱有备课，只要你若有时间，你愿意，你就会当来参加。咱真侪人已经受造就，有上过淡伊里，有上过女子神学院，有上过真侪遮课程的时，你学习遮么侪时啊？互你即丛百香树大丛起来，若定效。啊，是爱操起来，开始伫迄所在，诚侪圣殿中间会建在伫咧，诚侪要洁净人的即种百香茶伫咧。咱受遮尔侪训练伫咧时，当需要伫遐呼调，咱有需要服侍的时阵，咱毋知要去思考遮个问题。主日的事工，伫今年咱甲独立出来，存做敢若一个部共款。以前主日是伫即个伫教育部下面，但是咱感觉主日敢若亲像咧甲因教课尔。减一项就是无关怀。咱拜六的青年，甲礼拜的青年，其实人数差不多，拢是正百个。拜六咱佫有分小组，佫有牧者，佫有遮真侪人去甲因关心。只要礼拜有小组，佫有关怀等等。为什么主日无？所以咱扩大伊的组织。今年的主日是独立的一个部门。伊伫遐开始开始有小组，开始有关怀，搁较侪，但是咱需要足侪同工的。伫即个所在嘛，要再一摆呼吁，伫新的年开始，你愿意参像迄个去撮落来即个百香树啊无？迄诚着百香茶，伫几啊种所在会当伫遐来使用袂？你伫新的一年开始，你毋知愿意伫家里伫倒一种的即种服侍？咱的小组长，佫有4个，啊无小组长，4个小组。哇！这区长用足侪时间去拜托足侪人，拢找无人，到最后不得已，牧师只有拜托牧师娘，你来争这一组的这个小组长，然后佫有3组无安怎，阮3个牧者只有入去，是即个参加伫小组中间，伫遐来争做因的即种分享的即个部分，关怀也只有请区长伫所管，
但是咱会当想象，迄个苦力绝对非常辛苦的。敢有影咱中间无人愿意来帮衬、来服侍人？毋是干那要互人服侍那定。一新的年的新的展望，百香树，互咱的看起是啥物？你会当食这百香姜出来，百香茶袂？开始食这洁净所使用的，食这圣殿中间的起的，食这香炉的即种材料的。啊是你是食做一个无错起来时，但是你会当指引足侪人的，互人看见你的所作所为，当真侪别人帮衬嘛。毋茫伫新的一年中间，咱有一个新的、有新的展望，有新的看见。但咱伫小组为即礼拜开始，咱搁恢复一礼拜有一个月中间有2摆，咱有即个第8日伫中间，互咱来思考，咱若是即个百香树的时，你要安怎伫迄个所在一直真青翠的咧？搁安怎要互上帝来使用？毋茫伫今年中间，咱有一个新伫服侍顶面有真好的即种成长的，愿上帝祝福伫咱2013年、14年，会当诚做上帝祝福的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伫2014年一开始的主日，阮就会当到伫主你的面前。只要阮看见为诗篇92篇，阮就来看见新年的一个新展望伫咧。阮以后会当参像迄个百香树共款，当伊出来的时阵，伊就诚做洁净的即种所需要的其中的一个因素。然后伊个会当诚做材料伫咧，诚做迄个香炉的即种材料伫咧，迄是伊是诚做上帝的一个手伫咧。还是伫遐来指引侪人，主你帮衬，互阮伫2014年开始的时阵，我会当搁来参与伫教会服侍，爱来侍奉主服侍人伫咧。主你就束缚伫阮每一个人心上，带领阮2014年所要行的路线，会当下伫主你的心意，得着主你的欢喜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是你要当信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来个别阮的信用。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定十字架死过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。互咱甲上帝搁好，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。直到主过来，阮信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信是上帝百姓的团契。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佮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疼佮受苦，才诚做望的记号。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有悔改，做伫赦免，用虔诚、忍耐佮献身的生活。归应跟上帝，愿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个运数。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着倚靠耶和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诚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免。